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台北市警方昨日咧淡水针对一件窃盗案去到嫌犯的处理所在，所有一个警员无张持去互嫌犯做过毒品的社童插到手指头啊，抓紧去病院检查。本分局长安所员警113年1月18日8时卫生办电缆线窃盗案，持所有票与机票于新北市淡水区滨专路拘提2名女性犯前，现场查扣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该所陈姓员警于执行搜索时，不慎遭毒品70针头扎伤左手小拇指，已前往就医，并完成医疗检查。北投分局表示，这个嫌犯是一件电缆线窃盗案的共犯。警方去到嫌犯处理所在，有查到用来做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的社童。不过，一个20多岁警员伫咧整理证物的时，无注意去互做过毒品的社童插到手指头啊。专案确定毋是攻击事件。这个警员嘛赶紧去病院检查，食医师开的抗病毒药物。再来关心大选结束，各界拢咧关注国会会是虾米人来接立法院长。国民党这边是宣布要互韩国瑜甲江启臣做伙出来选。江启臣是强调，若是民众党愿意推出副院长的人选，甲韩国瑜来配，伊会当家己提出。不过，民众党表示未和候选人私底下来协商，也是做利益交换。大选结束，各界关心选后政局的发展。行政院长陈建仁照宪政惯例，内阁总时得到蔡总统的慰留，到5日抗新总统就任进前做看守内阁，甲政局稳好在。盼行政院团队能与新国会紧密合作，持续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然而，基于我国宪政惯例以及对新总统及国会新任期新民意的尊重，我已经向蔡总统请辞。除了内阁看守新国会运作嘛是焦点，因为民众党淡出国会改革式的承诺，来当作合作的条件。面对新国会龙头之争，哪也上侪人讲到的人选，部分区立委当选人韩国瑜是透过面册宣布讲，和立委江启臣做一组竞争政府院长，讲要做立法院应该有的监督制衡的角色，莫个做过去的立法局。如果民众党的朋友们也愿意推出这个副手的人选来跟韩市长搭配的话，只要大家有共识，那我想我这边是可以这个退出没有关系蓝白合不合不是只有蓝的问题。江启臣强调讲，若民众党愿意推出副手的人选和韩国瑜来配，会当提出。不过民众党回应讲，未和单独的候选人做利益的交换。期待蓝绿两大党的立法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可以具体的回复我们的4大诉求，来作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参考依据。民众党这边也不会私下跟个别的候选人进行协商或是利益交换。这摆大选3党拢无过半，国民党摕到52席，变作国会上大党；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各有无党籍的2席。民众党安怎发挥关键招数，合纵连横是正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网络的传选举作票的争议，行政院长陈建仁肯定全台24万的选务人员迄天的付出，嘛指示中选会就要加强保护假消息。因若伫咧2017年通过公道电子联署的办法，已经前7档啊。中选会这个月完成22项改善的建议，按算今年第2季就会当启用。大选作票的争议无停，中选会连续真侪天正式闭会。行政院长陈建仁肯定超过24万的选务人员的付出，嘛指示中选会持续掌握错误假消息，加强说明举报。中选会讲，人力许可会分做2组开票，一组是查甫声，一组是查某声。听候总统甲立委2组开完了后，才会开政党票。人力不足的时阵，又一组照顺序开票。这届选务谣言甲较早同款。过去的一个造谣一样，把这一个男生、女生的一个开票作业这个予以混淆所导致，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以澄清，不是只有政党所推派的监察员在场监票，民众也都在场
这个监督。中选会已经移送检调25件作票要件案，其中是不是包含网络名人艾丽莎莎对这代志单条件无加讲，检警依法处理案件，中选会无方便说明。也是这个大选超过300个外国媒体记者甲袂少国外观选团来台，到开票作业引起讨论。民进党主席郭文铁讲，这个过程真落伍，无电子投票制度有待改善。尤其2017年通过公投法，也有定电子联署办法，所以因为治安的顾虑，一个拖到7年。中选会总算讲出实施的时间点。我们预计在今年这个春季这个左右，那经过委员会的一个审议，应该会是在这个今年的这个 Q2， 也就是第2季的时候。来这个正式的一个上线。公投电子联署系统因为面临治安危险，民众个资保护要求悬。中选会原来补充系统会伫1月完成改善，一定第2季上线。未来公投案民众会当使用自然人凭证进行电子联署。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地头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日时也会较小热。咱做回来看云图。今仔日天气甲昨差不多，早暗的低温大约是16度至18度。日时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温度会较清悬。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是25度，中南部高温可能会达到29度，而且嘛，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不过，阴暗开始有锋面接近台湾，北部会较高落雨，各地云嘛变较高。明仔载开始，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会落局部阵雨，南部地区嘛会落湿湿仔雨。若礼拜开始寒流落南，全台湾拢会变真冷。到后礼拜2、拜3，全台的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气象署提醒大家，刷落来这波寒流尚无会影响台湾4天，全台各地拢会冷死死。气象专家嘛表示，就连阳明山拢有75%以上的几率会落雪，各地养殖业者嘛唔敢大意，赶紧咧有风限海。甲大片红红的澎波和乌色的高温棒准备好，养殖业者准备迎战入冬上强的寒流。目前嘉义地区寒流预报低温是9度，业者讲若水温比20度较低，酷气就会无想要食物件，一定要加温，让它的温度再提高一点，到那个25到30度这样。要不然冬天的温度太低，它不会进食。一台南的沙漠鱼养殖业者嘛搬大型的 LED 灯来，准备要无暝无日来照光，特别互沙漠鱼的主食就是水底的水草受到低温的影响。在白天跟晚上持续的跟它照明的话，也可以增加防寒过冬的机会，把早色跟水色照顾好。气象署预报，礼拜开始寒流落南，北部、东北部大成转冷，其他地区气温嘛渐渐在降，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3。专家分析，这波寒流冷的时间久，期间水汽入来，拜2暗时开始，相对湿度80%的所在已经包括台中以北和北花莲以北的区域，推断草山降雪几率有75%，宜兰太平山有89%、85%，拉拉山、合欢山和玉山降雪几率嘛加悬。大概就是1500公尺的这个高度它的0度线已经到达了北部的这个区块代表这一次的冷高压它是往南移动的，是比较程度上是比较多的。寒流南下的过程是越变越冷，那最冷、最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呢，还是落在这个比较偏向是23号、24号这2天。气象署提醒，刷落来气温的变化会将有感觉。拜5日时，北部的高温有25度，拜6开始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和东半部转雨，刷落来礼拜寒流来，全台对北往南降温，再加上华南分区区的移入，全台湿冷，中部以北预报低温干到7度，一定要注意长时间的低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受到极地气旋的影响，欧美的国家是当咧透暴风雪。美国的俄勒冈州到17为止，已经有7个人死亡。北美洲的上低温是零下40度，欧洲的瑞典是降到零下43度6，落大雪嘛造成当地交通大拍夹。全美国各地持续遇到真悬的威胁，太平洋西北地区包括华盛顿、奥勒冈、爱达荷甲蒙大拿这州，搁再面临暴风雪威胁。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部分地区17发出结冰的警告，搁加顶礼拜6有强烈的风暴，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7条人命，有5个人是因为天气寒冷熊死亡，也搁有超过5万户断电。当地政府警告，可能也搁会停电。
北半球这波寒冷的气候，主要是极地涡旋的影响。所讲的极地涡旋是指南北两极地的天顶，顶悬有真大的宽流，包围寒冷的气团伫极地东西。啊，毋过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天顶冰流层的空气温度渐悬，互极地涡旋大幅度向南吹，形成喷射气流。极地冷空气也同时向南移动，北美洲真侪所在出现低温，上低达到摄氏零下40度。欧洲瑞典达到摄氏零下43.6度，创下25年来1月最低温的纪录。比利时布鲁塞尔即时深度有5公分。Today the weather is completely okay for me because I'm from Russia, so we have a lot of snow, and here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I mean, the Brussels covered by snow, it's something amazing. 17个大西嘛，致使交通大乱。挪威首都奥斯陆主要机场临时关起来，嘛造成火车停开。德国法兰克福的机场嘛大乱，几着百台往回法兰克福的航班取消。慕尼黑机场有250班航班受影响，德国国家铁路部分列车取消，有一寡是爱降速，以免造成意外。Ich habe nur Stress gehabt, schon seit gestern. Der Flug in 2 Stunden ist annulliert worden, dann hat man mich umgebucht, dann hat man mich down gegradet und nun zu guter Letzt wieder annulliert und jetzt fahre ich mit dem Zug nach Berlin. 法国的北部城市阿拉斯17嘛落5公分的雪，民众伫雪地伫耍牵雪球。即届极地涡旋毋但造成大雪，一寡所在嘛透强风。气象专家表示，即几天欧洲暗暝的温度拢会保持伫0度以下，一直到18再起。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全民普发现金6000块，不过到今还阁有3700多人也未去领，其中嘛包含伫咧去年10月初1到12月31期间伫国内出世，而且父母有符合领取资格的婴仔，大家应该爱伫咧这个月底进前赶紧去邮局领这6000块。过来是联合报，器官中心去年推出器官声纹卡，到今已经有272人去录音，表达家己想要捐器官的意愿，也阁有原因。不过目前也未有人正式启用，若是启用这器官的声纹卡，家属嘛会当将捐赠者的声音早回去笑脸。落尾是中国时报，因为中东的局势紧张，今年到目前为止，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准价比去年同期减少30%。另外一边，巴拿马运河嘛因为严重扩换，准价通行减少36%。一个月收入就安尼减少1亿美金，全球2大运河拢面临危机。继续来关心海军左营第2港口的扩建工程，按算伫咧第2港口的外海做一条1500公尺长的布环。不过因为这地点真晚近，蚵仔寮渔港恐惊影响渔民讨海，而且渔民嘛不满海军爱协调的代志拢无落实，所以就引起抗议。加一个填海造陆的外岛泊区，外岛泊区要囤26830几万方的土。预计这些会囤到这边来，那预计会流失320几万方的那个泥土。你想，这个整个海洋资源，我们能够去寄望以后还有鱼捞吗？因为海军的左营基地目前干那一个出入口较够互人封锁，所以规划要做第2港口的扩建工程。不过渔民认为时间会影响到海洋生态，这时间期间造成的损失应该嘛爱补偿。若是海军拢唔落实伫咧会议协商的结论，无提供补偿，也是无确保海洋资源袂受损，因得搁再来抗议。那海军的保守指挥部嘛回应讲，因是真积极咧沟通，嘛会请专家学者搁研究，希望会当兼顾时间，也搁有渔民的权益。继续来关心，自从咱大选结束了后，中国就一直咧侵扰大海。伫咧17有24架军机甲5架军舰来扰台，甚至搁挖进到离家人敢若42海里尔。国防部表示，因拢严密咧监控，嘛强调咱台海的安全是大家责任。另外，菲律宾的总统有恭喜赖清德当选咱的总统，中国就需要求菲律宾爱停止和台湾有关的错误言行。学者就分析。中国引起南海的危机，电得互咱台湾甲附近的国家的关系较有利。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中共伫台湾大选了后，加大军事威胁力度。17暗陆续派遣苏凯30、运8等各型主副战机绕台。中共的天舟7号货运飞船为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国军掌握因的动态，18发布共军动态，正式共机24架次，共南5架次绕台。离台湾本岛家人更加是只有42海里。空军战机升空应处。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国防部也就台海安全积极向中共发声。国防部要强调，台海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有关全球发展与稳定，是区域各方必须共同承担的义务跟责任。I will reiterate that we continue to urge the PRC to not take any actions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instability in the region. 中共战机选后一直绕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美国敦促中国唔通采取造成区域无稳定的行动，针对中共拥有咱国邦交懦弱。驻美代表吴大雷表示，一旦讲所有的邦交国拢声明支持台湾，佮较表示甲台湾邦交稳定，那中共夺走台湾邦交的做法，只会互台湾人佮较反感。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祝贺赖清德当选总统，说互中国外交部开枪爱加读册，迎来菲律宾防长的回击。中国发言恶之粗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对外倡导全球文明倡议可见他的发言人都不知道该倡议的内涵。中菲召开双边协商，触及南海、台海议题。中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律宾停止对涉台问题的错误言行。假如中国在南海之事跟菲律宾，甚至于美国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冲突的话，那我们可以预见的，整个美国跟所谓周遭的这个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也会。相较的就会来提升。学者分析，菲律宾选择亲美路线，中菲相关紧张的关系。南海规矩说也是台海专机，对台湾强化甲南海4个国家的合作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巴基斯坦18以反制恐怖分子的名义向伊朗发动报复攻击，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几条导弹射向伊朗东南部甲巴基斯坦相接的西斯坦俾路支省，涂骹被炸出一个大坑，攻击的目标是俾路支解放电线。روستایی که 3-4 کیلومتری مرز ایران هست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اینها کشته. 严格这2个拢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跟咱拢希望局势卖阁扩大。伊朗外交部18表示，全力甲巴基斯坦保持友好的关系，严格呼吁伊斯兰马巴德当局唔通伫咧家己的领土上建立恐怖分子基地。巴基斯坦也发表类似声明，讲反击行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家己的安全甲国家的利益，是根据情报对恐怖分子藏的所在做精准的打击。自去年10月初7以下冲突以来，这种越境侵略的针对性事件，让大家真担心中东不稳定的局势会愈来愈扩大。土耳其、俄罗斯、中国拢呼吁双方小可较实力，德黑兰强烈谴责这边的攻击，召见巴基斯坦驻伊朗的外交官，要求做出解释。这2个国家伫这礼拜先后互相攻击对方。16拜二，伊朗先攻击巴基斯坦境内逊尼派激进组织正义之军基地，造成包括囡仔在内死伤。巴基斯坦当局正不满召回驻伊朗大使，而且不爱予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登去伊斯兰马巴德。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有乌道的老大头走去行到外口，伫咧电视台引起庆案了后，即马17个传出，当咧调查电视台庆案的检察官赛车伫咧半路互人枪杀，这已经毋是头一桩执法人员互人杀害案件。就算政府已经下令军队对抗犯罪集团，也是无法度控制犯罪行为一再发生。车窗拢是枪支坑警方架，感谢警官当地现场勘查采证。厄瓜多顶礼拜才发生电视台和歹徒拢入去开枪。调查这件案件的检察官斯瓦瑞兹17所传出伫中部城市2亚基尔互枪杀身亡。当地媒体报道，斯瓦瑞兹互枪击迄当时当的赛车地点就花进伊的办公室。Y realmente es una injusticia lo que han hecho porque los criminales de este país se están tomando el poder de una manera tan vil,
sigue dando la vida a una persona humilde。本案发生前一天，斯瓦瑞兹北甲媒体讲，警方并无提供伊人身保护，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斯瓦瑞兹身亡，敢是甲调查电视台抢劫案有关系。不过，伫伊进前几啊年来，已经有几啊名检察官甲法官互乌帮枪杀，显示厄瓜多犯罪势力摊开。Los grupos de delincuencia organizada, los criminales, los terroristas no detendrán nuestro compromiso con la sociedad ecuatoriana. Continuaremos con más fuerza y compromiso. 厄瓜多过去捌互看作拉丁美洲的和平堡垒，却互跨国卖毒集团利用，因的港口向欧美输出毒品，造成国家治安败坏。去年更加发生达到7800件的谋杀案，全国犯罪集团有20外个成员超过2万人。厄瓜多总统诺波亚这个月已经宣布国家进入60天紧急状态，佮下令军队压制迄寡互国家看作恐怖组织的犯罪集团。不过帮派分子颠倒发动爆炸袭击，造成真侪平民佮执法人员受伤。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厄瓜多的治安会变甲遮尔啊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隔壁的哥伦比亚、秘鲁甲玻利维亚这3国拢是毒品的大产地。因为厄瓜多边境管制无遐尔啊严，所以这3国就甲毒品藏伫咧禁酒货柜内底，送到厄瓜多，佮出口去全世界。害厄瓜多就安尼变做毒品的转运大国，治安嘛严重败坏。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斯港抓箱仔顶甲地点，查毒品的人员甲装金酒的箱仔拆开，下骹是藏滚落站的古柯碱。2023年8月23，西班牙警方甲海关掠到有史以来上大站的古柯碱走私案。对一只厄瓜多的金酒货轮超出1080克的毒品，重量挖近9.5吨。Podéis ver es que hay más de 33 logos diferentes de los paquetes de cocaína, lo que supone que lógicamente había varias organizaciones que invierten en la misma operación y que lógicamente también en Europa hay distintos destinatarios, grupos que lo que hacen es 2021年，全球古柯碱的产量达到2304吨，多数拢是来自哥伦比亚、秘鲁甲玻利维亚。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指出，2021年欧美国家查到的古柯碱1/3来自厄瓜多，是2018年的2倍。用金酒货柜偷藏大量的古柯碱是上界普遍的走私手法。厄瓜多是全世界上大的金酒出口国，全国金酒会集中到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经过整理了后，装做一箱一箱送就货柜运往海外。这款运产流程竟然是暗中犯罪链。厄瓜多使用美金，边境管制无介严。过去5年来，来自哥伦比亚甲秘鲁的古柯碱藏伫咧金酒下骹，偷偷送去欧美各国。厄瓜多的金酒经济甲毒品走私斗甲把把，成做新形态犯罪途径。No ya es la seguridad integral de los trabajadores dueños de finca, porque todo esto ha desembocado a nivel nacional y en las zonas rurales a distintos otros negocios de estos bandos delictivos。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事件，嘛，互厄瓜多对和平的国度变作暴乱的所在。对2021年到2022年，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死亡人数是有4600人，2023年顶半年就累积超过3500人。2023年8月初9，高调主张对抗帮派犯罪甲贪污的厄瓜多议员维拉维森修，伫咧竞选总统的行程当中，去互开枪弹死。伫咧厄瓜多的犯罪历史顶头，留下真恶质的记录。甲毒品集团完整的犯罪链比起来，厄瓜多的警方应对真慢。预计要到2024年中，才会伫咧主要的港口全面启用扫描的机器来查毒，恐惊是真歹化解厄瓜多的毒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泰国中部17下晡有一个做抛瓦的工厂爆炸，小无有造成19个人死亡，3个人失踪。这间工厂伫咧2022年才发生过一件爆炸，顶届是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件代志愈大条，事项愈严重。警方嘛正咧调查，这其中敢有牵涉到非法的行为。事发现场一直称烟，涂骹四界拢是金属的物件。发生爆炸的工厂已经变作白地，看袂出建筑原本是什么型。泰国中部所判武里府一间破工厂，17日下晡发生爆炸的意外，警消接到消息，就随过去救援，但是现场敢若找到崩甲破鼓鼓的尸体。ในเบื้องต้นเนี่ยตอนนี้มีพบศพที่มีการคลุมผ้าไว้เนี่ยประมาณสัก20 ศพ。毒
当地政府一开始的报告是讲有23个人死亡，但是后壁各解做是19个人死亡，另外有3个人失踪。人伫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泰国总理赛塔嘛特别来表达关心。即摆出代志的工厂边拢是田，拄到一栋楼仔厝玻璃窗受损，无影响到其他的民家厝。这是这间工厂第2022年的时阵才发生过爆炸意外，迄当阵造成1死3伤，无偌久同款的悲剧搁一摆发生。警方指出讲，事发的工厂有执照，是合法经营，会搁查因敢有涉嫌不当的行为。泰国的泡工厂发生意外算是定看的。去年南部的都江府嘛有一个烟火仓库爆炸，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悲剧。伫同一年，北部的清迈嘛有泡工厂爆炸，造成11个人受伤。外国媒体报道，泰国对相关建筑安全的管理无确实，才会造成这种致命事故常常发生。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保育组织宣布，后礼拜要举办数10年来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会一直到5月底。所有31个成员国，佮有瑞典的部队，总有9万的官兵会来参加。印度一间学校带学生去坐船，结果煞冰船，至少有14个学生、2个教师拄死。一般来讲，一只船上侪会当载16个人，不过迄当船敢若有载到27个人，可能就是超载这冰船。因为当地即马天气寒，所以嘛赶紧来搜救。英国首相苏纳克今仔日为着要争取保守党的支持，通过要甲请求庇护移民送去罗安达的计划。不过这毋但损害到伊的威信，恐惊嘛互因党内陆对立。再来关心国内，包含国泰、富邦等等4大投信公司逼出有7个进前的基金经理人代替操作劳保基金等等的代志，涉嫌找亲戚朋友来做龙头，伫咧买卖之间趁钱。对2017年到今年赚到乌心钱大约有到4亿遮尔多。检方约谈几来人，其中2个经理人获法院裁定350万甲200万交保。针对这件代志，劳金局是表示，专案无牵涉到劳动基金的口座。办公室电话也到的员工伫咧操盘，真侪档大国基金，这档大楼都是富邦投信、中视类似业务，也有国泰投信。这几间投信公司，即马发生前几名基金经纪人涉及不法。简姓被告、李姓被告涉犯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有串证、灭证、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于被告则预支10万到2000万元不等之交保金额。4大有名投信富邦、国泰、富华、保德信，拢互检调查出有基金经理人为2017年到2023年任职期间，负责代操管理劳保、劳退甲自家多档基金，抢坐顺风车，煞涉嫌找亲戚朋友做人头，伫基金进场甲出场进前提前落单甲变现金。检方再次约谈的7名经理人，其中有5个人得到交保，另外2名细理甲细简的经理人，封城了后，法院裁定分别以350万、200万交保。劳金局发声明澄清专案无涉及劳动基金口座，不过警方表示，这个部分也要厘清，毕竟涉案经理人贪官失业。因所买的包括以前的中央海运、新冠疫情拄啊爆发的时起21倍，也阁有中丰钢铁、上高峰起10多倍，其中细林的经理人趁上侪。不法获利约2.6亿。进前才发生劳金局家己人涉嫌用劳动基金炒股，即马佫出现技术去劳保等基金来订单。看到政府基金一直互有心人利用来获利相关内控制度，监督敢是有看旁。基金经理人在任职期间有违反个人交易的这个状况，投信公司的内控有一些缺失哈。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依照检察局查核发现的事证呢，做相关的行政处分哈。政治局强调，进前的金融检查发现4大投信有问题了后，已经对相关行政有定处，要求改聘经纪人。也搁一摆表示，只要是投信经纪人依法袂当买入代操管理基金，就算是其他标的，也需要进行申报。记者综合报道。中英航空的机师投票要罢工，桃园职业机师职业工会表示，有真侪人去投票，应该当摕到合法的罢工权，可能上紧伫咧过年期间会发动罢工。
工会嘛强调，中英航空聘用无特定机型执照的外国飞行员，已经违反就业服务法，伫咧顶个月，互桃园市劳动局甲因裁罚。投票的一个结果也是相当的踊跃，所以我们预期在1月22号，我们也可以合法的取得罢工权。那接下来，当取得罢工权之后，工会会进入后续的这个罢工的规划的一个持续的动作。那么，因为接下来在2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当然工会也不想要，没有劳工想要去走到罢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不的手段。如果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唤醒公司对我们飞行安全的重视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够这么做了。技术工会表示，中英航空透过违法的中人违法引进外国飞行员，所无特定机型的执照，已经互政府开罚。就算安尼，中英航空也是继续违法的用人，直接威胁到旅客安全。工会是高不将，才会发动罢工，想要来提醒中英航空伫爱较密切的爱改善。不过，中英航空是表示，因尊重工会自主，会继续来甲工会沟通。再来看，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愿意发年尾奖金的企业有到85%，比去年是减3个百分点。平均的年尾奖金是领1.32个月，嘛比去年减少0.02个月。也那奖金上侪是金融业有到1.93个月，第二是资讯科技业。另外，民生服务业因为今年疫情解封，总算有发年尾奖金，有领到1.45个月。为了员工辛苦工作一年，一寡企业开始发放年终。不过，人力银行调查，今年企业敢8%的企业愿意发放年终奖金，比起去年下降3个百分点。以最近5年发放年终基期来看，为109年开始，逐年递减，111年是有小可较起，112年敢若1.32个月，比起111年小可落0.02个月。景气的关系，所以说导致说今年的年终有稍微小幅缩水一点点。往年的话，平均的话，好的话应该可以到大概快要7个月左右。那今年的话，大概剩下6个月。在景气比较保守、未明，还有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企业在发放年终奖金的时候，态度也转趋保守，比较趋向是实际的营业面会以营收的数字来做发放年终奖金的部分。虽然今年年终无论未发放的意愿到奖金，拢比去年求水，不过也是有3大产业伫年终发放正大方，亲像是金融业的平均年终有1.93个月，资讯科技业有1.52个月，民生服务业比起前一年有3成发不出年终，伫产业内底是排上尾。今年成长幅度上侪是1.45个月，也是旅行社是讲，因为国门为2022年10月开始解封，点到国人去员工旅游，今年除了年终有1至2个月，嘛会加薪来招揽流失的人才。提出比往常多1成到2成的薪水来吸引我们现在所谓的不管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是之前离职的其他的相关产业的服务的人员，那有相同性质的，我们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无论是饭店业还是服务旅游业，今年拢因为欠工的影响，人员不足。各企业透过奖金还是加薪，向求职的人入手，希望会当补足公司员工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个23岁查甫人涉嫌利用通讯软体卖毒品咖啡包予未成年的学生囡仔。经过警方追查，已经甲人抓到，佮抄到大麻烟油弹。警方伫咧去年捌查到2个偷走组的囡仔伫咧卖毒品，追查了后发现是一个查甫人背后因的，而且这个查甫人为着要闪过追查，佮甲电话号码、车牌拢登记伫伊的外公遐。一间这个查甫人互少年队抓起来，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来上班。警方嘛继续追查，敢有误导介入。再来看基隆市有一间高中即传出严重的霸凌案件。有一个查甫学生去互一阵同学揪去变数簿，这酷刑的画面嘛已经疯传伫咧网络。警方知影了后，有赶紧通知学校，校方嘛已经召开反霸凌的会议，要来查明处理这件霸凌案。这查甫同学，互真济查甫同学揪到残障病所内底拍。
受害男同学疑似被砍伫用头直接弄开便所门逃出来，过过程互拍人的人翕落来上传网络。警方查到知影了后，就展开调查。警方已掌握相关人员身份，后续依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并通报由学校家长辅导少年偏差行为。警方会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维护。警方调查8年起显示，施暴的同学食薰遭到处罚，怀疑受害者做要不要去报告，就动手拍人，就要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而且通知学校处理进行校安通报。因为违反了校规啦，接下来会被记惩处，然后他们就是互相的怪罪，所以才会引起这次的这个冲突事件。通报了校安，完成了校安通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安排了辅导室进行的2级辅导，关心学生的状况。学校17开校园霸凌防治小组会议，调查清楚案发的过程，而且对双方的学生进行辅导。市长谢国良18也到学校关心调查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啊，2024年的世贸年会大典即马起过。这届阁甲北港朝天宫合作，请北港妈去到展览的现场安坐，希望有妈祖的保庇，大家当迎接新年新希望。妈祖驾前扫甲对，环社将军带领众人迎接北港朝天宫天上圣庙来到台北世贸1馆，为2024年世贸年会大典主驾。北港朝天宫参挂务协会合作，已经是第11摆，甲妈祖请到年会大典的会场。大家咧买才刚过年的物件的时阵的过程吼，当来拜妈祖，当弄脚卡吼，这是重点啦吼。尤其南部北漂的很多了哈。那反正过年爱上班啊，无影通等去啊。我嘛是希望借这机会他可以跟妈祖近距离的讲话。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英德带头两过桥卡，希望规个展览会当圆满。这摆的世贸年会大典是自 COVID-19 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世贸年会大典。外贸协会估计业绩至少通成长3成，规模比去年增加了30%，所以有500家的业者。然后一共使用了800个展位。今年我们希望商机能够达到8000万台币。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35万以上的参观人次。那这个比去年呢，绝对是成长30%以上。外贸协会表示，今年的年会展除了有变的年菜、南北会等等，也有糖小就通食、方便的即时食品，甲多元化的国际商品。民众到场通一摆传遍所有的年会。北港朝天宫也讲，民众除了通伫会场拜妈祖、摕吉宴品，也通点光明灯、摕福袋啊，就会使伫明年的元宵参与抽奖。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伫咧新北市空仔寮的马公渔港，若有100年历史的石头厝，嘛有因特别的渔船甲海陆的文化。不过，自从2018年开始，有财团要来大规模征收土地，要开发观光，所以双方的官司到今拍也袂煞。就文化工作团体希望用展览的方式，让大家来关心这块土地争议，嘛希望大家当来了解渔船的文化。居民甲想要早走的物件放入去建一个流浪车内底，因为2018年有财团要收购新北市空仔寮马公渔船的土地开发观光，要求居民搬走，引起抗议。双方到今官司也未结束。就在工作队为了要让大众了解马公有100年历史的石头厝，嘛有因独有的渔船文化，甲当地的经济产物像石花菜、花壳啊、鱼产等摆起哩饭桌，互大家了解。像游客去可能会临时活动，无是买一两棍等于家己煮安尼，这是因阿嬷因主要的经济作物啦，其他的就是像紫菜啊、头毛菜啊、荠菜、头毛菜，因就是无法度像石花菜那做，所以有一寡就是家己食，无是加减买别人。团队伫咧台北网界新富町文化市场办大海入厝的展览，现场有放伫客厅电视食饭桌，规个倒亲像入去到家己的厝。团队要透过这款较柔软的主题，让大家了解居民对土地深深的感情，嘛毋望大家继续关注土地的议题，陪伴马公的居民继续拍拼。
大家可能无互财团过过的经验吼，迄是一个真不舒服的经验，所以有一寡人伊会想要放弃，但是嘛是有人阁愿意坚持所以阮就想讲，只要有人愿意坚持，应该就是爱陪到最后。连官妈讲，渔村嘛有保留台湾即马真罕得有人知的海陆文化。就在工作队拍算伫2月初3甲今年80岁的海陆阿嬷邀请到展览的现场，用台语来和大家分享海陆的工课经验，也会带大家做回了解海口人的饮食文化。记者卢尚祖、曾俊尧台北报道。嘉义的梅山公园内底有种3000多丛的梅花，即摆已经开卖到5成。公园的管理所表示，今年开花的速度有比去年更较慢。不过，接落来2122天气会变更较寒，时间有水起来斗3天，按算这个月底梅花应该当开甲正好。树仔顶开了大大细细梅花，远远看那亲像落雪同款。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是台湾看梅花真出名的所在。即马梅花已经开卖5成左右，一寡外县市的民众趁好天，拢来到遮看花。未全爆花。有水无？有啦。水啦，心情啦，水，什么都水。还好啦，水啦。就是还不是很好的时机，因为还没有盛开，可能再晚1-2个礼拜应该会更好。占地6公顷的梅山公园，内底差不多有3000多丛的梅花。梅山乡公所讲，梅花开花时间差不多拢伫1月中过后。今年有较慢，若是天气搁较寒，水气搁有够，会开了搁较水。到目前为止吼，咱的公园的梅花已经开差不多5成左右吼。未来到这个过年前一定会盛开。梅山公园管理所指出，梅花爱寒才会开花。嘉义地区这阵仔的天气到中昼都变较烧热，后礼拜有一波寒流，刷落来天气变寒，应该会互公园内底梅花规个大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的湖内有一对加起来拢总上千岁跳古镇，这是一阵平均70多岁阿嬷来组成的。因拢遵照传统搭10多种的阵法，就是要展现跳古镇的气势。表达真老菜菜是大手举旗啊，大鼓踏着传统的脚步跳古镇，真有气势。跳古镇是高雄湖内传统的艺阵，爱3年一摆土地公绕境才看得到。因是遵照传统的阵法，有踏7星行大礼顶舞顶。团长表示，目前遵照传统跳法跳古镇已经无济啊。摆踏7星，迄入大尾等下踏迄人，搁有千机跳，搁有画牌，搁有旧的7星徛7星，足济啦。阮差不多跳一半尔啦。我有这跳古镇，安尼我足欢喜。会当讲安尼解，安尼因等落安尼人咧老吉会阁出来出来做安尼。跳古镇过去是农家组成的民俗舞蹈，通常完整的表演拢会几点钟。后来这支千岁跳古镇是12位阿嬷阿姨组成的，年纪上大有75岁，平均70几岁。虽讲因年岁有不过袂惊辛苦，真欢喜来练跳。而且讲，因为年岁加起来100多岁当然是千岁团。千岁团来跳，跳20档超过啊！有够甘心，共阮遮的人，无换，拢还阁原在，所以我要跳到100岁啦！你千岁团跳古镇到今已经有100多档历史，为着要传承，伊嘛会到学校社区推广，来展现跳古镇的水，要互更较侪人认识这项传统的文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为着要迎接后个月过年旅游的商机，新竹县客家文化保存区有邀请艺术家用新年的形象龙来创作古锥的艺术装置，要甲规个园区装塔甲真有龙年的特色，互民众会当来体验。甲手徛在厝顶演奏好听的音乐，边仔竟然出现龙头。另外一边，搁一只古锥的小龙，趣味的艺术装置，大人甲囡仔拢紧紧看，小真翕相。龙的爪子和龙头都非常的可爱，就是很喜气啊！因为今年是龙年嘛，然后我就想说带孩子出来晃一晃，看到很多这个龙的那种装饰品装饰，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很应景，很适合就是龙年的时候来这边走走。
占地1.6公顷的新德馆新社厝，是全台湾第一个客家文化保存区。迎接龙年到位，今年特别邀请艺术家利用12生肖的龙，打造装置艺术。龙的头、身躯、尾溜、四线地，园区内要甲民众耍美小吹。配合龙年龙来了，我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哦。我们这次找了装置艺术的艺术家呢，在我们的新瓦屋总共有14组的一个艺术雕塑就是针对龙的部分来做一个主题。那各式各样的龙爪啦，或者龙的造型可以让各位民众呢来到我们新瓦屋，可以来寻龙客家建筑加上古早艺术装置，民众感觉真趣味。包括新德馆客家文化保存区，提早充满龙年过年过节的欢乐气氛。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南韩去年出世的婴儿减少到23万5千多人，搁再创下新纪纪录。真侪女性唔愿生囝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的制度无够优先。即阵南韩就一位38岁女性企业家，打造一个会当互员工伫咧处理做工课，佮会当兼顾到囡仔的工作环境。等到房间开电脑开始工作，看人客评论，韩国38岁职业妇女艾玲，伫咧新冠疫情进前的2017年就开一间婴儿爱关系的公司，找一寡兼职的人员，和有囡仔的员工会当伫咧厝内工作。아이를 사실 재택근무를 시작한 것도 제가 저희 아이들이 커가는 것을 곁에서 지켜보기 위해서거든요. 艾玲示范好的婴儿爱关应该有甚物功能？伊公司的员工总共有55人，其中92%是女性。为了要提供更加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伊甲需要面对面开会的次数降到上少遍。 한국에 이런 말이 있어요. 워킹맘의 무덤은 초등학교 1학년 겨울방학이다라는 말이 있어요. 근데 그게 왜냐하면 초등학교 그 전에는 유치원을 다닐 때에는 아기가 5시, 6시에 오다가 갑자기 1시, 2시에 온단 말이에요. 그럼 막 멘붕이에요, 1차. 韩国是全世界出生率正低国家之一，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若是有囡仔就会无家己的时间，会当支配收入也会变少。另外，女性伫咧找头路的时阵，常常互人问到结婚生囡仔的问题，敢若女性只要若是结婚生囡仔，就会无工作的价值。所以韩国的女性聘用率加薪水方面拢比男性较低。虽然政府要提出补助的方法，不过也是正歹改变社会长久以来的环境。 사회적으로 그걸 굉장히 가치 있게 생각을 해주고 배려해주고 이해해주고 당연하게 생각해주는 그런 문화가 저는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해요. 그건 단순히 기업에만 국한되는 게 아니라 사회적인 정책, 분위기, 그다음에 기업의 문화, 뭐 그 모든 것들이 다 필요한 저는 부분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的公司无伫咧厝内工作的文化，疫情结束了，真侪韩国的公司叫员工赶紧转到办公室工作，而且一般的韩国公司会叫员工一早起就要去上班，暗时代志做煞才能离开。若是有当时下班了，又怪甲公司的同事做阵食饭，这对有囡仔的爸母来讲是一项挑战，所以伊才想要改变这种公司的文化，互有囡仔的爸母会让囡仔甲工作拢顾会到。 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南韩的三星即马推出一款新的手机主要就是要行销因的 AI 功能，会当哪讲电话就哪来翻译，总共会当翻译13种语言。广告当中就强调，这是全世界头一支会当即时翻译的手机就是要甲苹果来受比拼。 接听电话时，拄到未晓的外语，要安怎沟通？这个难题，即摆用手机都会当随解决。南韩手机大厂神总就是推出上新款的 Galaxy S24系列强大人工智慧 AI 功能，上大的功能就是使用者通话时会当提供随翻译。 When you make or receive a call in a language you don't speak, the Galaxy S24 series can provide live translations of your call, both verbally and on screen, right away. Galaxy S24无需要去下载相关应用程式，而是使用家己的生成式 AI， 资源包括中英法日韩、加泰语、德语等13种语言的及时翻译，而且会记使用者的语言设定，加每一位联络人使用的语言。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palace.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Perdón, estoy buscando el palacio. ¿Puedes decirme cómo llegar allí?
相片处理上，除了增加字件，也会当透过生成式编辑，互使用者扫动动物体也是印付了后自动起补空的背景。强大 AI 功能都是为着要赢战苹果。苹果去年 iPhone 出货量超过2.34亿台，比上升的2.26亿台悬，是全球第一。这互2010年以来头一摆是基地智型手机第一个销售净压力。新款手机伫美国介绍是$799起跳，上高价的型号是$1299比过去起$100。另外，消费者对新功能更有兴趣，爱过100码才会当知影。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天气玻璃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至25度，中部地区16度至27度，南部地区17度至29度，东部地区16度至25度。一个外岛地区12度至2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